仁愛和諧周知反欺凌小劇場。喺小息嘅時候，大家都自就唔知講緊啲咩啊！講個秘密畀你聽啦。咩事？你咪佢啊，原來係個孤兒仔啊，好慘啊佢。我唔怪得知佢好似食咗檸檬咁樣揦埋塊面啦，哈哈哈哈！其實啊，佢上次啊仲咁樣啊，咁樣啊。唔係啊嘛，唔怪得知佢咁臭啦。點解要咁樣講我喎？如果你係領物，你聽到呢啲留言會點樣回應啊？ A. 我知道大家係點樣講我，但係嗰啲都唔係事實。B. 你哋冤枉我要以牙還牙。各位同學，端午節嘅時候，大家都會諗到食粽、爬龍舟同埋詩人屈原。屈原嘅故事，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。不過，大家又知唔知道佢都經歷過有冤無路訴、孤獨無助嘅時候呢？屈原十分關心老百姓嘅生活，上至制定法律，下至外交事務，佢都絕對唔會假手於人嘅。因為咁，佢深受老百姓嘅愛戴。一位叫靳相嘅大臣非常妒忌屈原，仲經常喺楚懷王面前講佢唔啱嘅地方。而楚懷王亦都相信咗呢一啲謊話。雖然眾大臣都知道呢啲並唔係事實，但係佢哋都好擔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，所以都唔敢企出嚟還屈原一個清白。久而久之，楚懷王已經對屈原唔再信任啦，甚至撤走佢嘅官職。屈原因為咁樣感到鬱鬱不歡，有志難伸，最後結果選擇咗投江自盡。喺以上嘅故事中，屈原同領物都一樣係因為種種嘅謠言而受到委屈。如果旁觀者有幫手澄清或者停止傳播謠言，你認為故事會有乜嘢改變呢？你哋又諗到乜嘢方法可以應對謠言呢？今日我哋會分享應對謠言三部曲。第一，用正確態度回應，為自己辯護。我知道你點樣講我㗎，但係全部都唔係事實。第二，阻止他人散播謠言。你哋喺邊度聽返嚟㗎？如果唔清楚，就唔應該周圍同人講。第三，向信任嘅師長尋求協助。老師，最近有同學講我壞話，但係澄清之後都冇人理我。原來有啲咁嘅事，你一定好唔開心啦。你可唔可以講多少少俾我聽呢？